讲到全世界的疫情拢还未摄落来，正过15个月后，入境台湾的旅客拢爱居家检疫14天以外，而且拢爱实行一人带一户。以新竹市来讲，目前8间防疫旅馆拢已经互需要民众注文了啊。过年要回来台商，也有人开始烦恼讲，敢会无所在通好住。新竹市目前有8间防疫旅馆，380间房。根据统计，1月底进前，拢已经有人交订。未接人反映，防疫旅馆一房难求。旅馆方面表示，除了大家的消毒工作较重淡薄仔，工作人员心理压力也确实较大。工作压力应该是差不多，只是可能心理压力啦，因为毕竟是疫情的关系，所以还是个人的卫生啊要多注意一点这样子。那目前新竹市有8家的防疫旅馆，大概380间的房间，在1月底都已经预约额满。针对防疫旅馆需求的问题，市政府讲，说来会去找其他的饭店合作。目前若是要住防疫旅馆，找无房间，会到转去其他的县市。目前市政府已经在跟其他有意愿的大概2家到3家的业者，在协调所谓的加入防疫旅馆的行列。我们希望在近期内有相关的好消息。1月15开始，入境台湾居家检疫者需要1人1户，市政府提醒民众千万要遵守相关规定，那么相当会罚款100万台票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